大家好，我係莊師傅。今日想同大家咧去傾下一個關於受傷後我哋嗰個處理嘅嗰個熱敷、凍敷、冰敷嘅嗰個話題嘅。咁我哋細個咧跌親咧，咁媽咪就會拎隻紅雞蛋去幫我哋碌瘀嗰個位置喎。其實啱定唔啱咧？咁我哋不嬲細個都係咁噶啦，甚至乎會捽啲鐵打酒啦，叫做熱嘅艾灸啦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啱定唔啱咧？咁呢樣嘢如果我咁做之後，其實對身體有啲咩影響咧？究竟係好咗、差咗？好咗之後有冇後遺症？差咗之後好返有冇後遺症咧？咁嗱，我首先同大家講一個情況就係話，我哋無論係熱敷、凍敷或者係冰敷，咁其實應該大部分嘅人應該去點樣處理咧？或者我哋用一個從西醫個方向去睇呢件事，去點樣睇呢一個話題咧？咁樣，咁阿媽教我扭親啦，搽油啦、捽油啦咁樣，揾紅雞蛋碌下，揾隻雞蛋擺嚿銀落去碌下佢啦咁樣。其實西方係唔會咁做，西醫係唔會咁做，因為西醫知道咧，當我哋呢個位置受傷，呢個位置一個急劇嘅受傷，我哋需要去了解下究竟佢係一個熱嘅狀態、凍嘅狀態，還是一個冰冷嘅狀態啦。咁如果我受傷係呢個部位，我撞到佢腫咗，咁當刻我哋要感受佢溫度先嘅。我哋感受溫度唔係用手掌去感受嘅，你用啲比較薄嘅皮膚，因為手掌皮膚比較厚，我哋會用手背呢啲位或者係呢啲位比較薄嘅皮膚去感受佢嘅溫度感受溫度。即係我哋發燒咁樣摸唔啱嘅，係咁樣或者咁樣或者係咁樣，用呢個位，用呢啲位呢啲或者甚至乎手指後邊啲位去感受溫度，因為呢啲皮膚比較薄，對於溫度嘅感應比較靈敏啊。如果用手掌其實唔準確咯，分分鐘個手掌又好鬼死熱咧，咁摸落去，哇你好似冇發燒喎，其實係我手太熱啦，我感受唔到你發燒。哇你好似冇事喎，我感受唔到佢腫晒熱辣辣嗰個感覺咯。咁我哋就會用手背去感受溫度，用手指去感受溫度，或者用呢度啲血管去感受溫度。咁感受嘅溫度，如果佢係凍嘅咧，阿媽教嘅招非常有效，揾雞蛋碌下佢係非常有效嘅。OK， 咁但係如果佢係熱，咁我哋應該點做咧？我哋應該凍敷。咁凍敷咧，我哋就會用一啲叫凍 pad。呢個袋寫住叫冰袋，寫住叫冰袋啊，但我唔會放喺冰箱，我唔會冰咗佢，我會凍咗佢。咁我咧就會即係擺嗰啲新鮮蔬果架就唔會擺冰格。因為如果冰咧，如果佢已經淤咗啦，我哋擺嚿冰落去，佢會點咧？啲淤血會即刻停，會有部分嘅淤血會停咗喺度嘅。個血液流通得太慢，咁呢個關節長遠就變咗會有好大機會會變成舊患咯。咁而如果中醫角度就會濕氣太重，就會明明佢已經受傷，急劇受傷，急劇喺度發緊熱，你咁樣用個冰真係冰到硬，即係好硬嗰啲冰咁去凍佢咧，即使你包毛巾好啦，佢溫度係0度或以下嘅，咁嗰啲血液咧呢個循環就會好慢噶啦。咁我就會用凍袋凍下佢，凍下佢，咁嘗試將個溫度降翻低。個溫度之所以高，係因為我受傷嘅時候，身體知道嗰個位置受傷，身體要好多血液去救佢，所以就湧晒啲血去嗰度。當然撞傷嘅時候有啲淤血啦，咁身體會嘗試去救佢嘅。咁佢救佢嘅時候，佢就會派多啲血血小板嗰啲叫做消炎因子會走晒嗰度，咁想去幫手去救啊嘛，好似幫手救火咁啊嘛。咁如果呢刻我掟紮冰落去，佢哋嗰紮工兵全部收晒工。但如果用凍袋咧，雖然佢哋做嘢好慢但係不至於會導致嗰個關節突然間血液有凝固嘅狀態咯。同埋如果血液凝固咧，其實有第二個風險嘅，就係你知血喺度流通啊嘛。咁如果佢嗰刻咧有啲血咧係變咗一個比較即係叫做好似一啲好似啫喱咁樣俾人結咗一塊，經身體流咗入心臟血管走上腦，其實可能真係會增加咗中風嘅風險。所以我受傷嘅時候，記得你應該凍敷先。咁我哋幾時需要熱敷咧？就係當佢唔再感覺到即係我哋當然凍緊嘅時候，拎開佢當然係凍啦。當我唔去半個鐘頭、1個鐘頭唔去再去處理佢嘅時候咧，而佢係正常敷溫嘅，我哋比較翻附近嘅皮膚正常敷溫嘅話咧，咁我哋開始就可以將呢個凍袋去加熱，去變成一個暖袋，就做一個熱敷嘅。增加血液循環咯。咁期間當然最好搽翻一啲或者係貼一啲消炎嘅藥物啦，等佢嗰個位置消下炎啦嚇。
咁你話食消炎藥好唔好咧？咁樣，咁你食消炎藥咧，第一個啲消炎藥去到呢個關節比例好少。第二樣，你食嘅消炎藥食壞你個胃嘅機會率高過醫好你呢個關節咯。咁消炎藥本身咧係需要飽肚食，非常上胃嘅，需要飽肚食，需要甚至乎要配合一啲叫胃藥一齊食嘅，所以消炎藥係唔可以亂咁食嘅。咁啊藥唔可以亂咁入口。咁我真係受傷，咁我又唔食得藥，咁唯有坊間咧有一啲咧叫做消炎膠布嘅，例如慕拉式嗰類，你可以攞嚟填佢咯，或者係嗰個伏他寧嗰類，你可以搽下佢，等佢去，甚至乎起療妥搽下佢，然後再配合熱嘅時候我凍敷，凍嘅時候我暖敷佢，咁個關節好翻個機會率會高啲咯。如果真係睇鐵打，佢同你打咗一劈嗰啲咁樣嘅熱辣辣嘅呢個中草藥落去咧，有咩後果？你自己諗下啦。不過咧，我唔講緊中草藥先，我講你捽鐵打就先，或者係即係阿媽教落揾雞蛋碌下佢，有咩後遺症啦？好冇？咁當我哋咁樣去，佢已經係漲緊熱緊，我哋去即係火上加油啊！去搭嘅咁嘅熱嘢落去整熱佢，咁佢會做得更加厲害，個關節會更加受壓，裏邊嘅關節軟組織啊或者其他組織受傷個機會率會更加高，更加容易受傷，即係變咗受傷範圍就廣泛咗、深層咗，咁導致後遺症就係將來我呢個關節會唔靈活啊，因為佢受傷係原本可能淨係撞傷，我唔搞佢好地地，我咁樣就係熱揾雞蛋去熱佢，揾個啲熱包去鹽包啊，去辣佢，咁佢呢一個位置將來黏面嘅機會率，裏邊關節啊軟組織缺乏咗水分啊，咁佢黏面嘅機會率會高好多嘅，咁變咗舊患嘅啦，好容易。天氣凍嘅時候，哇凍到入骨，因為血液循環好差；天氣熱嘅時候，哇熱到咧好似好唔舒服，因為佢關節唔靈活，散唔到熱。跟住有啲人話天氣轉天氣，我呢個係天文台嚟㗎，出邊嚟緊落雨啦，因為我用冰敷，濕氣過重，跟住又會搞到人肉天文台咯，所以大家就留意下呢幾方面，可以參考下我嘅意見，或者問翻有關專業嘅人士，由佢哋提供嘅意見，由佢哋嘅處理方法會比較安全咯。有問題歡迎大家諮詢我，旁邊有電話。我係莊師傅，多謝各位。